上午11点26分。62，蒋清安。25分钟前在线上。开放女检进场时间。18点整。乔验地点同上。6又16分之8行管欢送副总统。开放进场时间5点30分，安检进场地点同上。感谢您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与热爱，一起欢迎副总统来访。0 Central 的 Convention